我一個星期會跑4日步，唔經唔覺咁就跑咗10年啦。跑步教識我一樣嘢，無論係山路或者走人生路咧，都一定要專注堅持。2013年我加入大華銀行香港，見證銀行一步一步咁樣整個數碼化過程。我嘅工作係要維護銀行嘅網絡系統，佢嘅安全性係會直接影響到銀行以及我哋客戶嘅體驗嘅。用科技持續驅動革新，亦都要同時間保持銀行系統運作流暢。同跑馬拉松一樣，要精準要快，每一刻都唔可以鬆懈。喺呢度，我遇到好多支持我嘅上司同埋同事，佢哋唔單止鼓勵我參加馬拉松，仲會一齊跑步，分享訓練心得。呢份支持令我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向前行。其實以前呢，我就唔係好中意跑步嘅，直到有一次公司話：喂，不如參加毅行者啦，要跑100公里麥理浩徑。我同啲同事膽粗粗話：試下啦，咁就去參加啦。比賽嗰日差唔多去到尾聲，突然之間見到班同事喺城門水塘等緊我哋，又同我哋買晒早餐，同我哋打氣。所有嘅結果無論幾艱辛都好，只要大家齊心跑出嚟嘅話咧，係一定會做得到。呢幾年我參加咗20幾場長跑比賽，由香港跑到去東京、去英國、去德國、去美國，加埋最近完成咗悉尼馬拉松啦。好榮幸嘅係可以成為香港首批完成馬拉松7滿貫嘅其中一員。其實每場比賽都唔容易，每一場訓練都會好刻苦，但係正正就係因為難，好多嘢先值得去堅持。放返去工作層面，無論係維護銀行系統嘅數據安全，定係推進業務營運流程，都係需要高度專注同埋持續堅持。而跑步正正就係幫助我保持住呢一種狀態。我同 Aloysius 一齊跑步咧，都跑咗2年幾啦。我覺得佢係一個做每一樣嘢咧都會做到底、做到極致嘅人。除咗參加唔同嘅全馬比賽之外，咁佢亦都考埋呢個嘅長跑教練證嘅，咁可以見到佢嘅決心。Aloysius 作為一個部門主管啦，佢喺工作上面係保持住專業同埋全力以赴嘅，咁佢都非常之樂意幫助身邊嘅同事。咁所以我覺得除咗佢係我哋嘅跑步教練之外咧，其實佢更加係我哋工作上、人生上嘅導師。我哋幾個同事成立咗 Running Club， 由最初開始嘅時候咧得3、4個人，到而家都差唔多去到15個人啦。好開心嘅係喺呢度有個咁嘅空間，同埋創造一個好嘅氣氛，俾我哋大家可以分享運動嘅快樂。而就係呢一點，就係令到我最值得自豪嘅地方。無論科技點變，人同人之間嘅聯繫始終係推動我哋一直向前跑嘅動力。我好感恩呢段旅程仍然都係繼續，亦都好榮幸可以同大華銀行一齊成長，跨越更多新嘅旅程。